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我来讲一首民间流传的诗句，讲周公恐惊流言日，王莽礼贤下士时，向书当时心变死，一生的真假有谁知啊？周公伫咧辅佐，伫咧换朝政的时，人拢讲伊要篡位，伊用人生一生证明讲无我无篡位。王莽拄啊颠倒兵，伊安尼吼名声国家真好，人讲吼，伊真正咧辅佐朝政尔，伊无要篡位。结果伊用人生证明，互你看，讲伊就是怀抱野心的咧。我今日要介绍过去台湾历史一个文学家俞明进先生。清廷甲日本咧战甲午战争的时阵，伊派来到台湾担任台湾布政司这个职务。伫咧甲午战争刚发生，甲午年的过年啊，伊写一首汉诗，你来甲听看卖。见面头一句，讲将月日光望角动，展帘出户钓上音。聊天有处定高兴，无有飘残结水心。夜夜单兵情义在，明明入世几人心。美丽博读千家满，金矿光阴奈可言。高中头拄仔咧比评王莽，咧比评周公，就是要介绍俞明进这个诗人，甲你做参考。当时，伊派来到台湾巡抚陈景祥的身躯边，担当这个职务，简单讲咧换内政的。迄个时阵，规个台北城内大官小官的气氛足紧张呢，因为北平咱的兵马甲日本伫咧战，抵挡会牢袂？万一日本真正来摕台湾的时阵，咱要甲伊对敌无？吼，一人一说。所以诗句内底讲，夜夜单兵情义在，明明日世几人心。一人一种主张啦，但是什么人真正有法度提出影响力的看法？俞明进这个人，等到日本真正接管台湾迄当阵，陈景祥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，伊也是挂一个台湾先选保证内务总办，简单讲内务大臣办内政的就对。不过，伊真正就是用伊的行动来证明，因为伊靠家人领导清兵甲日本人战，伊记录讲，咱安怎样伫历史关键的时间点，咱做出正确的选择。虽然陈景祥走了，俞明进安那离开，不过伊心肝内久长悠远怀抱对台湾的感情。